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宣布不再尋求連任眾議院議員，並將於2027年初退休，結束近40年的從政生涯。現年85歲的民主黨議員佩洛西周四在社交平台上發布了一段短片，宣布他將在國會議員任期屆滿後退休。美國眾議員佩洛西說：我不再尋求在國會連任，我懷着感恩的心，期待完成我作為眾議院議員的最後一年任期，成為你們引以為傲的眾議員。佩洛西1987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，2次擔任眾議院議長，應付過4位總統，是美國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眾議院議長。佩洛西在擔任眾議院議長期間，曾於2019年和2021年2次彈劾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。佩洛西2022年接受路透社訪問時，被問到佢政治生涯有咩遺憾，佢話希望可以阻止共和黨，令特朗普呢啲怪獸永遠都唔可以成為美國總統。特朗普回應說，他對佩洛西的退休感到高興，並表示他的退休將為國家做出貢獻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說，我認為她是一個邪惡的女人，她做得不好，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和形象，我認為她非常糟糕。謝謝。另外，前總統拜登在社交平台上發帖稱，佩洛西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國家，是美國歷史上最好的眾議院議長。佩洛西自從出任眾議院議員以來，就一直關注中國人權問題。2019年香港反修例事件期間，佩洛西參與推動制裁香港法案，而在2022年，佩洛西以眾議院議長身份訪問台灣，此舉令北京對佩洛西及其直系親屬實施制裁。中方批評佩洛西訪台是惡劣挑釁行徑。